如果你要支付或者確認抽籤成功嘅設施，撳我的記錄。喺抽籤結果下面撳查看抽籤結果，你可以睇到抽籤成功嘅結果。揀未付款嘅記錄，撳付款和確認，撳選擇收費。你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撳申請優惠收費，撳繼續，撳確認付款。檢視詳情後，撳確認付款，揀付款方式，撳確認付款。預訂已確認。你都可以重複以上步驟，支付或確認其他成功抽籤嘅設施。